電視電影其實都算係偏門行業，所以當一套劇開鏡嘅時候，都會做下拜神嘅儀式，祈求拍攝順利平安。話係拜神，其實拜嘅唔係神，而係周圍嘅遊魂野鬼，知會佢哋一聲咁解啫。跟住落嚟，我就要講一個關於開鏡冇拜神嘅詭異經歷俾大家聽下。曾經有一個長壽嘅音樂節目，要由原本嘅錄影轉為直播，照慣例係要喺直播前做下拜神嘅儀式噶。不過當日負責嘅導演係一個竹升仔，佢完全唔信呢家嘢噶。本來諗住我哋啲工作人員自己拜啦，點知佢話唔可以，我哋成班手足都周身唔聚財咁。第一次直播喎，仲要用嘅直播室。聽聞呢間廠未改建前都發生過好幾次邪門嘅事噶，例如有一次半夜拍下，有個燈光師抬頭一望，見到有個阿伯坐喺20尺高嘅燈槽上邊同佢揮手，嚇到佢爭啲飆屎咁滯。又有一次，又係半夜嘅時候，當時係拍緊古裝靈堂戲嘅，每次一窩機就會聽到一陣陣好淒厲嘅女人喊聲，搞到嗰場戲拍極都拍唔到。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噶。咩有個阿婆成日半夜喺廠門口賣奶茶，控制室無啦啦有對繡花鞋咁，真係講起都打冷震啊！講返做直播唔拜神嗰單嘢先啦。嗰日導演唔俾拜，我哋做細嘅都冇辦法啦。彩排咗成日之後就準備開 show 啦。當播完片頭返落廠嗰時，個主持人連講句 hello 大家好都未講完，全個廠突然間所有燈熄晒，無啦啦燒晒 fuse。工程部即刻搶修啦，點知邪到連後備電都死埋。哇！呢個幾乎係冇可能嘅事嚟嘅，因為主電跪低咗，後備電都會自然着，防止冧廠呢個情況發生。都話啦，唔拜神好狠邪噶，搞咗好耐都整唔好啊！總控制室唯有出故障告示同播住其他嘢頂住先啦。導演當時好焦急啦，撳住個世界咪同廠嘅人聯絡，講下 FM 突然間好鬼惡咁 call 上嚟鬧我。你老細講緊你就唔好一齊講啦，好嘈啊，聽唔到啊！我當時根本冇講過嘢，無啦啦鬧我做咩啫？咩冇啊？一把女人聲咁吱吱喳，聽到得你一個女人，唔係你係邊個啊？我聽完後成身都起晒雞皮，同 panel 內嘅同事你眼望我眼，因為大家都見到我由頭到尾都冇出過聲噶。10幾分鐘之後，突然間所有燈着翻晒，節目繼續直播翻。收工之後，我哋成班手足圍埋講翻呢件事。聽講當時係個 FM 嗱臨去道具房攞翻啲元寶蠟燭香咁周圍拜，同嗰啲朋友撒晒冧。拜完之後，啲燈就即刻着翻晒啦。你都咪話唔邪啊！